请问，倒一个传统的戏剧人物是假的，是编出来，是历史上找无的？你去编书编无这个人啊？历史上假啊，无这个人的。伊要问的是倒一个的人物，嘿，倒一个是咱历史的册。 无的啦，老师伤紧张啦。条点顶是较，比如讲壁雕都无这个人嘛，对无？虚构出来，苏亚文都无这个人嘛，对无？是这个艺术啦，老师。啊，恁即马讨论参详的结果是啥物？40秒差不多咯。伊咧，A 咧，A 咧，你讲。我又是唐伯虎。 董边后，你是讲唐伯虎，啊你讲 A， 啊你两个决定一个。可是唐伯虎又是个诗人呐，一个做他侪诗，所以不要紧，咱评论我看你艺术好啦。好难哦。为啥会是虚构出来？啊，时间到了。董边后，上尾5秒。宝贝，四平贵来5秒啊！5、4、3、2、1。A， 好来7类，好，开点。 这个四边柜，也是有人甲叫做招边柜。这是因为歌戏啊，世界拢咧演到大家拢感觉是真的。其实历史上无这个人，嘿，所以大家爱较注意。